哈利路亞！我祝大家得到主嘅恩典，平安快樂，身體健康。感謝主，今當朝我各位朋友嚟到你，要你看你嘅見，按正眼，要懂要散呀！用的是咩啊？做事做到翻翻啊，開店開到翻翻啊！還有包括你做工做到翻翻啊！來到呢個地方你哋啦。在下朝頭、臨朝頭樣嘅啦，要跳落山樣嘅呢時間啊，你嚟到你打得要停心，要快樂，要日安平嘅心，唔係煩惱嘅心。但係呢，因為呢個山啊，又幫持自家，要日心中你哋得到平安。但係我係講隆重兄弟姊妹聽，你係講自家係盡到去啊，一個平安，一個快樂之道，一個歡喜喺呢啲啦。真到冇卡，哇！呢一個煩惱要來，呢一個生死要來，小組要啲人班人做了呢條路，呢個工作要唔能行了，呢個計劃唔能行了啊！要情煩住咗，但係我係講隆重兄弟姊妹聽，所以以色列要日邦安到提會啊，你日邦也係叫父母嘅邦啊，兵馬要、權力要、勢力要、財產要。但係佢嘅人講出一個福音，在詩篇記62第2節嘅人講到，在單前懇前上帝將得到平安嘅心，單前懇前上帝將得到安心嘅講啊。同埋呢，佢接下嚟講，在從上帝嘅來自家得到拯救，上帝有本自家。拯救在上帝裏面，自家得到得救，得到永久嘅生命。一62第3節喺嚟講啊，因為啊，上帝啊，就係比方自家嘅磐石啊，個了接喺佢都係自家嘅拯救，個了接喺佢係自家嘅相保，懇切上帝，信任上帝。切家唔為憂痛，腳步唔為憂痛，心中唔為憂痛，唔為本日世間嘅煩惱煩到憂痛。但係呢，因為自家亦信任上帝講，佢充滿落本自家入平安嘅心，而呢啲平安、呢快樂、呢個平心，從心度裏出嘅，從心中度裏來嘅，永久都要，而你唔係突然當你世間嘅問題、世間嘅條路，咪自家分唔係，因為從心嘅來嘅，人班人自家得到呢，係虔誠上帝，唔好離開上帝，每日上帝呢，當然錯天錯地嘅。上帝啦，你一上帝嘅啲時間冇能夠簽落嘅，佢自家就自己嘅嚟到世間出世，按照耶穌基督4歲10時間3日之後嘅誕生，你一上帝自家認識到嚟，自家認識耶穌都認識到上帝所天所地嘅，自家信任嘅，在你信任心裏相信，自家得到永久嘅生命，永久自家得到嘅平安，得到嘅甜心。我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要聽呢一個福音，你打開心，打開一嘴，信任耶穌基督做一救主，你得到永久嘅快樂，永久嘅平安，永久嘅甜心。在耶穌基督嘅名，我感恩，我禱告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